哈利路亚，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上帝为着咱预定的一个好的日子。耶和华伊的名是堪得而乐的，阿门吗？阿门。因为咱的而乐甲伊的名是三合的，上帝受到咱而乐，咱而乐伊要直到地极，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来到伫教会，咱就是要而乐上帝，因为咱出世就是为着而乐来出世，阿门吗？阿门。当咱为着出世来，为着而乐来出世的时，你看咱的性命是偌年有价值，哈利路亚！所以咱看到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手里的宝贝，阿门，阿门。这个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咱要来敬拜，咱要来而乐咱的上帝。咱嘛透过直播咱的兄弟姊妹，不管你伫倒了，圣神拢甲你同在，享受恁喜乐，享受恁平安，哈利路亚！这是牧师邀请咱将咱的双手举起，咱要来欢迎咱的圣神，因为只有圣神伫咱内面做工，咱今仔日的而乐，咱伫遮的敬拜，是要就上帝伊要欢喜感纳，而且要享受咱最丰盛甲稳定。哈利路亚！咱做伙来邀请圣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有30秒的时间，咱会当伫遮佮圣神来继续来祈祷交通，哈利路亚！欢迎圣神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神要提醒你，耶稣对你所讲的话，哈利路亚！伊要对你讲，你是伊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你的心伊看见，伊嘛知你所受一切这的困境，但是圣神伊讲，你来到伫上帝面前，你通放心，通安然。因为主是大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咱要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要用主的祈祷文，咱三甲来祈祷来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上帝名堪得咱受而乐，因为而乐是大的。上帝的名超过万神之上，阿门吗？阿门。牧师要邀请咱来找隔壁3个人，你来甲伊讲，咱的娱乐，咱的跳舞，要带来快乐。来，咱来甲3个人讲，咱的娱乐，咱的跳舞要带来快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做伙用喜乐心来娱乐咱的上帝，互喜乐的歌声充满伫这个所在。充满咱的主，我喜乐充满我心，我万民拢尊重耶稣。
路亚，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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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亚，为万上帝，为高山河，咱就无论天土地，一定感动，一个万里，咱的歌声传千里，为万上帝，为高山河，咱就无论天土地，为你感动，一个万里，咱的歌声传千里，咱的歌声传千里，咱的歌声传哈利路亚！咱上大的破声，系互咱荣耀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有丰盛的恩典，伊要守住教养恩典，互咱。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学落伊。主要是我的来听，我困求的声，你若是我的主名，信心的他讲，救主，救主，我的听我求。我有听过你的父，困求你救赎，我心经过我名正路，只有主耶稣，你要替我担了艰苦，你给我把路。救主，救主，我的听我求，我有听过你的父，困求你救赎。救主，救主！救主，救主，我的听我求，我有听过你的父，困求你救赎。当咱有欠罪的时，当咱有软弱的时，咱用咱的主耶稣来恳求，伊一定会听咱的祈祷，阿妹吗？只是咱请兄弟带会众来迎。阿门。主耶稣我的来听，我困求的声，你若是我靠你信命，信心的他咱做伙来迎。救主，救主，我的听我求，我有听过你的父，困求你这是请姊妹大会众来迎。我心里不忘了家路，只有主耶稣，你会给我担当担负，你给我把路。咱做伙来迎。救主，救主，我的听我求。
耶稣的荣耀无人通比。阿门。咱用敬虔的心来学乐伊。开我的目睭，予我会看见，你要美妙吸引我心。开我的耳孔，予我会听见，你话有予我搁较爱你。目睭，予我会看见，你要美妙吸引我心。开我的耳孔，予我会听见，你话有予我搁较爱你。我的我的。我的目睭，予我会看见，你要美妙吸引我心。开我的耳孔，予我会听见，你话有予我搁较爱你。我的
哈利路亚！主啊，我爱你，愿专心专意爱你，因为主，你的名是丰盛，你的名是慈悲，你是怜悯，高大有气力的。兄弟姊妹，当咱伫遮大声呵乐拍扑的时，你知会发生什么代志无？所有遮的对敌魔鬼撒旦的气力就要离开。所以咱伫遮拍扑啊、呵乐，毋是咧拍算的，毋是咧拍互人看，是咧对遮的灵界的魔鬼宣战、宣告，就是咱拍扑呵乐耶和华上帝是。耶和华上帝就要为着咱得胜，阿门吗？阿门。所以，不管咱伫厝里有啥物人花白、艰苦、白听，兄弟姊妹透过直播，当咱举手，咱拍扑啊，用咱的心开咱的嘴，呵乐上帝时，对规个灵界为着咱拍开，上帝的气力、得胜的气力就临到伫咱中间，阿门。阿门。当咱敬拜时，咱是高举上帝的名。将咱的心敬虔的心，搁一摆奉献给上帝。上帝看到咱奉献的心，伊就欢喜。当上帝伊看到咱敬拜时，伊就将圣神搁大大加天野外充满伫咱内面，互咱的心得到医治，互咱伫困难内面来得到逃亡。阿门吗？阿门。所以咱的敬拜，咱的呵乐。就是一个医治甲施恩的过程，阿门。阿门。但咱即马咱要进入到伫祈祷的过程内面，咱的祈祷唔通小看你家己的祈祷，有你的祈祷，佮有边仔人的祈祷，咱互相扶持，这就是一个军队，阿门吗？阿门。所以咱发出的这个祈祷的气力，要太赢一切黑暗的关系。亲爱兄弟，咱看见以色列中东者。战争的情形，互咱有感觉，真正是心内有烦恼无？有紧张无？是，兄弟姊妹，咱毋若看到咱台湾家己土地的需要，咱爱去看见别的国家因的情景，因为这一切拢是咧应验圣经所讲的话。所以，咱基督徒每一个人，拢爱进入伫这个世代内面，进入伫这个情景内面，咱会当做什么代志？祈祷。这一摆以色列甲伊朗中东这的局势，检查就是参照圣经所讲的，另外一个战争要发生。这不是某一个国家尔定，这会影响全世界，会影响到你，影响到我无？会。所以咱要来祈祷，求上帝互这的执政者，互因对上帝来有迄个智慧，来做一个上好的判断，互世界。互这的损失、伤害会当减到最上少，较重要就是互以色列百姓、互中东者，互因会当归向耶稣基督。阿门吗？阿门。所以咱这时咱要举起咱的双手，上帝来赏赐咱圣神点伫咱内面，咱看见中东的战争，咱当心来为着中东情势会当和平，圣神来掌管。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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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祈祷是大有影响力的，你的祈祷上帝是听的，你的祈祷要改变，互这的执政者有智慧，互这的甲这的战争、这的执政的掌管的上帝，伊亲自来管理。上帝亲自来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继续来祈祷，继续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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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祈祷就有快乐，这祈祷这快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和华，你是阮台湾的上帝；主，你是以色列，是中东，是伊朗的上帝。主耶稣，你也是因的主。比赛亚你早就临到伫因的中间。主啊，今麦的战争对过去圣经所记载的历史，
迄个战争，迄个冤仇一直到达。主啊，好亲像迄个咒诅一直来到达。总是主，阮会当成做外邦人，信耶稣基督的一群外邦人。主啊，阮是有福气的。主，当阮伫平安的时，主你讲，当阮伫平安的时，就为国家祈祷；当阮徛伫平静的时，阮就为着其他万国万民来祈祷。因为这是上帝你赏赐阮的权柄。主啊，阮为着中东来祈祷。主，你来怜悯因，来怜悯因。主啊，已经有最人失失，因的家庭失去因的家人，失去因的父母，家破人亡。主啊，这个战争不是伫台湾，总是因为阮是共是主你的百姓，阮有属灵的目睭，阮感受到迄款的精势，迄款的紧张伫阮的中间。因为主你要启示阮为着这个战争来祈祷，为着百姓来祈祷。主，阮奉你的名求，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要降临伫因的中间。主啊，你亲自要来得到因遮的灵魂。主，你讲万国万民伫末世时，拢要归向伫主。主啊，求你来帮助，或者的执政者，或者的相关的这遮的有权柄的，求上帝你将你家己的驾驶放伫因的内面，互因赢过人家己的意思，特别拄起遐个。伫天顶掌管黑暗魔鬼的关系，主啊，求你怜悯，你施恩，因为上帝你是听祈祷的，你是意爱和平的。主，你来听阮的恳求，阮感谢而乐你，哈利路亚！来继续来敬拜来。举起咱的手，你的手有几咱举到偌悬，你就举悬。就亲像迄个宝贝的红婴同款，是遮尔天真，遮尔圣洁，阿门吗？阿门。咱的敬拜嘛是圣洁的，咱搁一摆将扑啊声归乎咱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请坐。这时，咱们三甲来享受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3节甲21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3节甲21节，咱齐声来共读，请。我若立功是为着上帝，我若生气是为着恁，因为基督的听催逼阮做即个结论：一人为正人死，正人就拢死。伊为着正人死，是要互遮个活的人，无搁为着家己活，是为着迄位替因死搁活的基督来活。所以对打以后，阮无搁用个人的标准捌人。虽然阮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毋过现在无搁安尼捌伊。安尼，无论啥物人，若甲结条列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大拢变做新的。这的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为着基督，互咱甲伊搁和好，搁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托阮。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上帝透过基督，互世界人甲伊和好，互追求因的罪过，搁将即个和好的信息交托阮。所以，阮做基督的大赛，上帝透过阮，互恁可困。阮替基督甲恁求，就甲上帝和好。上帝互无罪的基督，为着咱的缘故，请做有罪，互咱通过基督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愿上帝的话放在咱的心内。这时，咱要请本堂周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新创造的人，创造的人，新创造的人。咱请周牧师。现在姊妹大家平安。咱也起，咱要来也起咱的正手，咱要做伙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咱感谢主，咱今日早起会当做伙一只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是上帝互咱捌伊的人上介好的一个机会。每一届来到这，咱的心总是爱开阔、爱放下、爱专注伫敬拜内面。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上帝的敬意，咱所应该爱来做的，这嘛是互上帝欢喜一个真基本的一个动作。咱拢一起大家做伙来学乐敬拜伊，阿门。你甲隔壁讲，咱的敬拜拢是上赞的来。是今仔日咱就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思考新创造的人，新创造的人。牧师要先问咱吼，你有恋爱过的经验的举手一个来？有恋爱过哦。毋是每人讲的哦，嘿，好好，哇，袂歹哦，嘿，哇，咱真侪拢，恁拢是拢每人讲的是无？每人讲的举手一个来，是未结婚，OK 好，咱伫即款的男女，也是讲婚姻的即个过程内面，每一个人，我相信。有无共款的经验透过这经验，其实嘛是咧，互咱去了解讲人甲人要安建立一个真好的关系因为最少到尾咱看，若真正结做夫妻，迄个关系是超过所有的关系，甚至比父母的关系更较亲密这是伫上帝创造的下面对婚姻的一个祝福。嘛，对关系内面有即款的界定，嘛，互咱会当知影讲，哇，咱珍惜上帝所
建立的婚姻的制度，吼啊，所以咱也知影讲一个伫恋爱中的人啊，伊若想着伊就安那食袂落嘛，困袂好势吼，啊，迄个眼神就安尼戆神安尼吼，啊，人伫讲啥拢听无安尼，对无吼？啊，若想着伊但是看着伊安尼，心中就安那吼，即个加速速度就紧咯，啊，面会红红安尼吼，啊，讲话则讲袂连顿，哦，这拢是一种的现象特别会甲你的目目睭拢会一直对着你心内所期待的迄个人，安尼来漂移吼，这是足正常的一件代志，对无？吼，即种现象我甲咱讲，中西医拢无法度，中西医拢无法度，因为即款现象叫做触电的感觉，那就要颠着安尼吼，这是恋爱的症候群啦，这是恋爱症候群。总是咱嘛知影讲，伫少年即个有谈过爱情的过程内面，这是一个婚姻的一个基础。检查咱是讲，有人讲我著每人讲的，无论安怎，你要到进入婚姻即个过程，也是讲进入即个婚姻，你有缘会去经历即个恋爱的一个滋味啦，这是理所当然。因为无人讲婚姻入面就是拢婚姻，毋是哦。总是更较重要就是讲，咱迄款的恋爱迄个过程，咱应该是成做咱婚姻的一个足重要的基础甲提醒。互咱会当伫婚姻内面不时去回想咱当时双方见面的时阵迄段亲彼此透过互相的吸引。互相会当更较侪了解的即个过程来发生有即款的疼爱，然后最后行入去伫咱讲走上红地毯行入伫婚姻的即个内面，有人讲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对无我感觉这基督徒袂当安尼思考，这是错误的想法，这是讲婚姻内面就无爱吗？无爱情吗？这是咱应该爱否认的。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哦。伫咱无论结婚偌久，咱有缘爱保持迄个初恋，迄款彼此吸引，迄款的热情，迄款彼此的的一个疼惜这是理所当然毋好讲带你的时阵那一缕花即马拢要联谊你家己咧？对无是毋是安尼？这是彼此拢爱珍惜，伫每一个阶段过程内面，更较水的，就是伫即个婚姻建立的过程内面，所做伙谈过的即个甜苦酸涩，这拢是伫婚姻两个人所建立的过程内面，咱拢会当看见的。为什么要讲这呢？因为讲到疼的时阵，咱会当知影伫婚姻内面，迄个疼是袂当无去的。若一个婚姻无有疼，安尼迄个婚姻就像咧空壳的安尼像咧空壳内面都无有迄个温暖，安尼是真可惜。所以咱求上帝帮咱，互咱诚做基督徒的，咱伫婚姻内面拢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咱相信上帝互咱的必然是有伊美妙的安排。我相信，当咱继续来往即个目标来跑走的时阵，咱会当获得迄个初恋的感觉，是一个上水的一个婚姻的内涵所以爱情就是爱有触电的感觉，对无？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好，总是咱嘛知影有人安尼讲世界上上界强的武器是啥？是笑容啦。伊讲世界上界大的力量就是疼，就是爱。你有认同无？咱看，咱甲人的做伙，咱若拢台语讲较粗一点的，就是拢结一箍面有无？这较粗的台语对无？我就毋知讲我即摆知影为什么讲叫做结一箍面啊？因为过去的一箍迄个当上就拢袂改变嘛迄面也袂甲你笑对无？结一箍面是毋是安尼？敢是安尼解说？
当时安尼讲，是毋是台语安尼在形容？就是亲像1箍安尼，啊是即摆10箍嘛吼，你拢结10箍的面，吼，拢袂改变的吼，吼，拢安尼足僵硬。迄个若是安尼，咱知影人要甲咱亲近就有距离哦，吼啊，当咱人甲人有即个彼此用笑容啊来相对待的时阵，就会当化解真侪无必要的一个误解，啊，这是真重要的吼。啊，当然世界上上界大的快乐是疼，咱知，毋过咱更较了解，真实的疼是一个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哦，是无条件愿意完全牺牲的疼。这个疼当然是对耶稣基督所予咱，对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所予咱有这个典范通去学习的，吼啊，所以咱看伫婚姻内面啊，咱若斤斤计较，就是有条件的疼，安尼就彼此就会安那距离会愈来愈远啊。所以有当时啊，为着对方疼对方，甘愿牺牲，食一寡苦，甘愿加做一寡。我感觉这是伫婚姻付出相当的疼所必须也爱做的一件代志哦。吼，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既然会当去体会耶稣基督的疼，我相信就会当帮助咱。无论伫婚姻，伫咱的任何的关系内面，咱拢有缘会当来展现基督怎样疼咱，咱也愿意分享这点的疼，学习伊的疼。伫咱的生活内面，因为透过安尼，咱就会当做美好的见证。阿门。啊，这是咱会当深信的哦。吼，你甲隔壁讲，我满满有基督的疼来。阿门，阿门。哇，这是咱基督徒所需要的。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咱就是要来思考，咱若是会当深深更较去体会，每时每刻更较去体会。基督的疼，上帝怎样透过耶稣基督来成全伊的疼，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我相信咱对这份的信仰就更较愈侪的一个体会哦。保罗安那讲，我若是我台语安那讲，安那读，我若是对我即句安那台语安那读，天公吗？月光哦，对，我若月光是为着上帝吼，月光啦吼，这是新的台语版本啊，拄啊好出来台语版本来翻译的。我若是月光是为着上帝，若是紧守是为着恁。保罗讲这句话是在表达什么？意思就是讲，伊若是伊的行为若过度安尼欢喜。过度，互感觉讲哦，较会保罗是安尼，若像个安尼，拢袂记你讲，遮个有其他的人。伊讲，因为安那，伊每一摆深深去体会上帝的疼的时阵啊，伊会达到迄个袂记你家己的迄个状态，因为伊感觉迄个疼是上基督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心，伊去体会，伊是怎样互基督忘掉，互基督。呼召伊成做外邦的使徒，伊深深体会，这是出自上帝疼伊，耶稣基督怜悯伊的一个结果。所以伊讲，伊若是为着基督，为着这个信仰，伊月光哇，安尼一心一意，就是要传福音，一心一意就是要互人报，互人知耶稣基督的疼甲恩典。伊讲，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伫我的心内面。的缘故，迄个救恩，互我的是何等大的一个感动。即使我若是为着要互人得到利益，互人袂感觉怀疑即个信仰的时阵，伊讲我宁可伫人的面前，就安那较接受咧，较谨慎伊的态度，较保持一寡分寸。这是保罗在表达的吼。伊讲即份信仰，即份疼，激发我。互我有当时啊，会感觉欢喜甲怎啊袂记一日，有无？咱常常有即款的情形啊，对无？伫公共的所在，伫餐厅、伫车头，有一群人，可能三四个人安尼，
大声细声话到阵啊，袂记你讲，阿爸边仔佫有人有无？有即款的情形是安那？因为因可能为着某一寡代志、某一件代志，因感觉足欢喜的、足好笑的，所以已经袂记起别人的存在。这就是保罗在形容的。伊讲总是，若是有要互人会当佫较认捌即个信仰，袂感觉讲，我是一个无体统的人。若是安尼，我愿意做一个遵守一个足有分寸的人，要互人知影。兄弟姊妹，事实是安尼。伫教会内面，咱看有的人是较外向的，对无？有的人是较内向的。即个外向的，要叫伊吟诗跳舞、拍扑啊，是真自然的代志啊。总是较内向的，你要叫伊跳舞，敢有法度？伊无跳舞、无举手，敢表示讲伊对即个信仰就比即个较外向的人佫较歹吗？嘛无咧，所以每一个人来到伫主的面前，对，咱单单掠条即个信仰，去体会基督的疼，总是上帝伫咱的身躯所要互咱表露出来。我相信上帝拢深深知影。所以可能伫敬拜的时阵，你感觉讲，你袂晓跳，无习惯，你就无跳，安尼是毋是牧师会甲我拍无入价？袂啦，袂啦，因为较知影，就是咱既然来到伊的面前，咱就是归往伊的人，伫上帝面前。当然，上帝爱咱热情敬拜伊，所以咱会当慢慢甲突破看卖啊咧，是会使。是属若互你感觉安尼足不自在，嘛是袂要紧。你犹原会当用你的态度、虔诚的态度伫上帝的面前，这犹原是上帝欢喜的。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因为安那保罗在讲。毋是因为什么款的一件代志来互我安尼较重要。伊讲原来基督的疼激发咱呐。伊讲迄个原来就是讲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原因。若是有即个原因，互咱去体会，互咱去了解基督怎样疼咱、保守咱，伊每时每刻拢伫天父的正平，伫迄搭遐，伫为着咱祈祷。咱若有即个咱叫保惠师来保守咱，互咱的祈祷知影，毋是咱一个人伫遮孤单在祈祷尔，毋是咱一个人面对这困难、这挑战啊！遮，当咱开嘴求爸的时阵，圣神就帮助咱，基督就替咱祈祷。阿门。这就是咱的信仰，互咱深深知影，伫生活内面，咱一定会当去经验这位上帝、这位耶稣基督的疼。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伫上帝的面前，嘛会当亲像一个足羡慕一个查某囡仔的即个查甫的囡仔，伊安尼想空想芳，要来表达伊是偌尼的欣赏爱即个对方，这是真自然。咱对上帝，咱嘛会当安尼来表示，对无？比如讲，咱今仔过年，咱的过年执事。伊就是一个热情的人，对无？伊带小组啦，足热情的唱歌足热情的，有无？上帝就是互伊有即款的特质啦。伊传福音足热情的，因为上帝的疼激发伊，互伊知影，这是出自上帝的感动来。所以咱看，咱嘛会当亲像迄个受委屈的囡仔一般样，安尼啼啼哭哭，到伫上帝面前，会使无？会使呢？当咱感觉有委屈的时阵，当咱感觉人无法度体会我，甚至我的丈夫、我的父亲人，拢无法度真正体会我即摆的苦情的时阵，兄弟姊妹，咱会当亲像一个迄个受委屈的囡仔，来到伫天父的面前，流目屎，讲爸啊，求你帮助我，甲我同在，互我有温暖，互我无孤单，安尼会使无？这嘛是呢。嘛是一个真水的，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有时咱会当更较表达，更较热情，还是更较用迄个性情的流露，互咱对咱的爸来甲善奶来甲靠赖上帝，这拢是伫咱信仰内面，咱拢真好的表现。就是讲，咱就是单单倚靠伊，
咱拄着任何的困境，咱就是举头、举手来敬拜俄罗伊，来向伊祈求，求伊怜悯，求伊同在，求伊为着咱来开一条活路。这是你我拢会使的。所以兄弟姊妹，总是咱嘛知影，无论伫什么教会内面，咱有缘拢会当看见一寡基督徒，因无法度去真实去体会，因为安那，因用因完全的理性来咧看待这份信仰，安尼就较可惜。若是用完全的理性在看基督的信仰，你会真侪会怀疑。总是伫这怀疑，毋是袂使哦。当怀疑，当咱经历的时阵，就爱真做相信，这较是需要。总是有个人伫经历过程了后，就阁继续持续怀疑，那安尼对伊的信仰无什么帮助。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看见一个基督徒，伊若是伫敬拜无用心，伫祈祷无热情，读圣经嘛无迄个感动，聚会搁安那常常无来指导早退，那安尼咱就知影，伊对即个信仰无真实去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疼，十字架的救恩，这是足可惜的一件代志。因为基督的疼已经成就这一切，十字架的救恩已经被万变，互囡仔归向伊的人，较无伊的人，拢会当得到的。总是咱已经来到伫这个宝山内面，却空手回去，这对咱来讲是绝对是损失的，对吧？所以每一届来敬拜，牧师甲咱讲，你若无感动，你拢会当留咧，对无？持续去祈祷，我相信上帝要感动你，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咱的诗歌，透过兄弟姊妹做伙的敬拜，拢会当互咱伫每一届敬拜内面去经历这位上帝是真个活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咱的热情的方式无共款，总是咱必须要热情，更较热情，对无？阿门。咱甲隔壁讲，咱爱热情，更热情来。保罗讲伊是狂热的，对无？咱无甲狂热，最少咱爱热情，搁再热情，这是真正水的一件代志。咱看保罗伊是安怎讲？咱看伊互伊伫阿基帕王的面前来分述，来讲伊的生命的经历的时阵呐，一个菲斯多，伊就安尼大声讲保罗啊，你是发狂啊是无？你的学问伤过大，反倒叫你发狂啦！哇，你是咱台语搁较一句叫做空电啊，电空空电这足久无讲诶吼，所以要安怎讲煞袂记一哩吼，一般咱袂讲即句话嘛，对无？较少啦吼，较少，迄是细汉诶时阵听厝边隔壁安尼在讲，这人是空电啊呢，还无较会安尼吼，做代志就是违反即个人诶做法吼，保罗。人甲讲你是学问伤过大，所以你是安那空电啊呢？你是戆伊啊呢？你是起笑啊是无？热心热甲安尼你是安那宗教迷啊？你伤迷信啊？若是用即马来讲，是用一款的方式咱在讲嘛总是咱看保罗伊安那讲非斯多大人，我毋是空电我是讲真实明白的话保罗真清楚伊所经历的，因为伊的经历就接受这份信仰，拼命去到各所在，就是要传福音。上帝使用伊所建立的教会，到现在拢成做基督信仰的一个见证，对无？伊所写的批信，互咱伫今仔日有缘会当来证明这位上帝耶稣基督是真个活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求上帝，互咱会当来明白。保罗伊讲现在我为着恁受苦，反倒感觉欢喜，也为着
基督的身躯，就是为着教会伫我的身躯顶要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啦。吼，伊咧表白讲，今仔日我受苦，是为着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吼，基督上天了后，圣神来就照着基督耶稣所应允的，大家组织圣神就充满，就建立教会。也伫建立教会的过程内面，有得到真济的一个挑战。教会历史内面一直有安尼的重复。吼，到现在虽然咱伫台湾，依然会当真自由来传讲福音，总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思想的这个风潮，嘛是在挑战咱，敢毋是？咱伫无共款的处境内面，咱的信仰犹原受到挑战。总是咱感谢主，保罗伊讲，伊为着基督的身躯受苦，伊感觉欢喜，因为这是要补满基督的所患难、所欠缺，就是透过伊的受苦来建立上帝所欢喜的教会。这就是保罗伊的心内面真清楚来了解。所以咱伫看，伫这个教会历史2000多年来，就有一个宣教的名言，安尼讲：教会是用宣教师的血所起起来，所贴起来。哇，这是有影对吧？好，咱看伫台湾南部的马雅各医师，哦，伫北部咱看马偕牧师，因拢真正是用性命来带着性命的危险来到伫台湾的所在。150几年前的台湾，咱会当去思考吗？会当去了解吗？总是因愿意放弃因的故乡一切的喜乐，一切的富裕，来到伫台湾，这是无简单。咱看最近对我上帝警调伊转去的彭蒙会，宣教师，嘛是一个足水的见证。我前届拄到伊的时阵，我就甲伊讲，150年前台湾的宣教师马雅各，总是我要讲，伫现在台湾的宣教师的典范叫做彭蒙会，因为上帝使用你透过英语、透过音乐将基督福音传遍。你看偌济人受着这影响，偌济人即马到真济企业家拢读过迄个什么空中英语哦，足济哦，哇！所以有真济感谢伊的人，总是伊真谦卑。伊到要过往以前，伊有愿讲：我若过往，上帝调我等，所有的我所有的，拢要捐出去。阿门。这就是互咱看见一个真水的典范，犹原伫咱这个时代，伫向咱见证基督的福音的宝贝一担落。所以咱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去体会，咱听上界悬的一个表现，就是无条件的牺牲，无条件的牺牲。兄弟姊妹，咱求上帝，互咱有一款的了解。搁过来，咱看保罗就安尼讲，所以。阮对担了，无搁凭外貌来认人啦。过去伊讲我是捌用外貌来认基督，所以伊就迫害基督。伊感觉这个基督，这个耶稣所传的，甲伊过去耶和华宗教犹太人所相信的上帝是无共款的。伊感觉这个弥赛亚救世主，毋是用遐在比喻，伊是君王。较会倒伫马槽内面，伊好认这个，因为因的过去的先祖毋捌误解基督是要怎样卑微来到这个世界。总是所以伊讲，伊过去我是用肉体来看，总是今仔日我真清楚，基督就是咱所认捌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用属灵的心眼、讲心价值，重新来认捌耶稣基督甲伊的救恩了，伊对人的看法就完全无共款，对代志的看法也完全有改变呢。所以兄弟姊妹，咱信主的人，我相信咱的价值观一定甲
无信主的人无共款对无？咱对即个物质的世界的需求，甲一般的人对物质的需求，应该是无共款的哦，应该是无共款的哦。所以就求上帝帮助咱，那会当好好去体会，会当去体会，咱就会当知影讲，哇，伫上帝创造的美妙内面是丰盛的，迄个丰盛物质的世界只是一个小块一部分尔，这是咱事实会当去了解，总是社会的观念，互咱拢感觉物质的世界就是所有，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所以保罗就讲，老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阿门。是，这就是你我所相信的。旧的是啥物？旧的代志是啥物？旧的代志是以前的生活、以前的习惯、以前的意爱，以前所有一切的行事为人，拢应该伫基督内面，用基督的眼光重新来看待，互咱会当拄起俗世的观念、属天的观念来定夺咱今仔日开始以后的每一个生活。所以旧的代志包括啥物？包括迄个失败、软弱、罪恶、困苦，这一切啊，嘛包括过去的成就啊，过去的好的名声，甚至遐个骄傲，这个拢应该是旧的代志，拢应该是爱丢弃。兄弟姊妹，这是无简单的一件代志哦。这是无简单的一件代志，总是咱会当去体会，这个属物质的世界，就是拢是暂时的，对无？咱看，这政治人物，因若伫这个职位的顶面的时阵，哇，大家呼呼坦坦，对无？若落来的时阵呢，哇，迄个镁光灯就减少足济啊，连伊家己嘛袂习惯，敢毋是安尼？哇，生意若做好的时阵，哇，真侪朋友，咱讲酒肉朋友一大堆。生意若失败的时阵，大家走到入库骹。所以咱会当看见这个物质的世界就是安尼会变化多端。总是咱要受到这个来影响咱上帝予咱的身份吗？这是你我爱思考的。上帝予咱是迄个荣耀的，看咱做尊贵的，甲咱捧伫伊的手心来看做咱是伊囝儿查某囝，咱。较会当，因为这个可能有过淡薄的失败，也是互人误解，也是淡薄的跋倒，互人否定，咱就否定咱的性命的价值，这是无必要的。所以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甲前的代志拢爱过去，但要变成新的，就是忘记背后。咱较会当努力面前，就爱袂记即后面的事，咱较会当努力头前的事来拍拼。阿门。所以就是咱的信仰，咱不断更新内面，拢爱了解。所以若是安尼，保罗在甲咱讲，咱要安怎成做新创造的人，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伫基督内面啦，这是关键。基督徒的生活。所有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这句话伫基督内面。咱的想法有伫基督内面无？咱的讲话有伫基督内面无？咱的行事为人有伫基督内面无？哇！若是安尼，咱就会当好好来看伫基督内面。咱若活伫基督内面，咱真自然就有新的想法、新的做法、新的态度，这个拢。慢慢会改变，渐渐会改变，咱就会当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阿门。哇，这是何等水的一件代志。所以伫基督内面，我是新创造的人。咱做伙来讲，来，伫基督内面，我是新创造的人。阿门。有一个老师伊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有一届
伫考试失败了吼，考了无好了，同学就伫甲伊揶甲伊笑安尼，伊感觉讲哇，伊安尼即届的失败真严重，感觉足无面子，吼，足无面子老师知影伊的情形，就鼓励伊。总是伊家己行袂去，有的人是安尼哦，吼，本来拢前3名，若一届落去第10名以后伊的人生就乌有去这是事实咯。包括属伊的同学，就是有一个安尼吼，本来拢是前3名，考起来8一女，第1年的时阵，成绩20几名，怎过袂去？怎拢一直讲伊要嫁人你就知影啥物代志发生系就过袂去哦，就安尼乌有去足可惜，敢毋是？吼，是所以即个学生伊嘛是过袂过去教授就讲咱来海边行行咧，吼，行海边的时阵，教授摕一个石头，细粒石头吼。就甲即个同学讲，这是细粒石头，就弹落去了。甲伊讲，你找看觅，我拄仔摕迄个石头，即摆伫倒？伊讲较有可能，遐只石头我拄仔无注意看，较知影倒一粒。教授随时甲伊的金手指拔起来，佮弹落去。伊讲无我的金手指你找看觅。伊讲这就简单啦，吼。伊想一个老师我知影。我若是石头，我毋是石头，我是金手指，对啊？这老师互这个学生真好的一个提醒了，这个学生重新倒起来，感觉讲，即届的失败袂当拍倒咱。咱兄弟姊妹基督徒的你我，咱某部分的软弱。总是你爱相信，迄个某部分的软弱，袂当拍倒你的一生，袂当拍倒你的家庭、你的事业。迄个某部分的软弱，迄是撒旦在攻击上界厉害的所在。撒旦在甲你讲，你就是安尼，你一生就是安尼。总是耶稣毋是安尼甲咱看，耶稣看的是，你是金手指哦，你毋是一粒普通的石头。我看重你，所以无论等伫倒落，即个金手指，大家拢看会到，大家拢想要去甲捡起来，敢毋是嘛？若是安尼，就求上帝帮助咱。伫即个观念的顶面，会改变咱对代志的看法，会当互咱个倒转来到伫耶稣基督内面，咱就知影，咱的生命的价值，毋是人定义。毋是你家己定义，是上帝安怎看你。你若了解上帝安怎看你，你过去的历程的时阵，就是有失败过，你即马看，你就会感觉讲感谢主。这有缘是上帝留予我的，互我透过安尼知影，原来我伫失败内面，我有迄个勇气会当徛起来。阿门。这是你我基督徒。甲一般的人的想法完全无共款，这是新创造的人有新的价值观，才会当看出来，也较会当将伊的生命，上帝予咱的内涵内面上界有价值的规律，就伫即个所在会当展现起来。所以兄弟姊妹，你看你的囡仔，你用什么的眼光在看？你看你的附近人，你的先生，你用什么眼光在看？重新来看，重新来看。你若是一个新创造的人，你就有上帝的眼光。我相信上帝爱你，对伊的好开始，你就会当看见迄个关系的改变，就伫即搭才开始。这是真重要，基督徒的你我爱努力的。你甲隔壁讲，你是黄金，毋是石头。来，阿门，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去深深体会，咱感谢主，互咱永光教会伫每一个阶段拢有无共款的经历，对无？牧者拍拼来想办法，
要安怎来将福音传予这世代的人？那上帝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美妙的带领，因为阮深信这是上帝的教会。阿门。咱若尽心尽力，上帝一定欢喜，一定用尽所有的能力会帮助咱。伊要互咱的绝对袂超过咱担袂起的。阿门。所以我相信，兄弟姊妹，咱努力继续来拍拼，甲教会合一，为着教会好好来祈祷。咱的教会，我相信未来更较有气力来担起伫即个世代传福音的见证。因为每一个新创造的人，每一个拢是福音的见证者。阿门。互咱会当去深深地来体会、来了解。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会当搁一解来看、思考，伫咱的价值观内面，互世界影响较大，还是互上帝国的影响较大，迄个结果是完全无共款的哦。好无？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来。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搁一摆来。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搁一咱来用宣读的好，来宣读好无？咱家己哦，我宣告哦，宣告哦，预备，咱家己来哦，预备来，我宣告，我若伫基督内面，我就是新创造的人。我宣告，我是新创造的人。我宣告，旧的代志拢过去啊。我宣告，拢要变成新的。阿门，阿门。感谢主是咱就宣告，旧的这过去代志，这无好的，也是讲会脱解咱的信仰，拢过去啊，咱拢成做一个新创造的。那这时阵，咱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彼此来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兄弟。
要归予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了你，会早起阮来到你面前，阮知你一定运行伫这个所在，你透过你的罗卜的嘴来讲出信息，他互阮明白你爱阮，常常伫你内面，互阮诚做是个不断更新的基督徒，互阮的心思意念是归向伫你的，无互这个世界扭在走。主啊，愿你帮助，互阮知影，阮所建造的是属天的，也遐是属地的。你有应允阮，今仔求你的国甲你的义的，就这的物拢要煞互阮。所以，阮向你而乐，阮感谢你，互阮的生活是丰盛的，是有快乐的，是光明的，是圣洁的，是你所欢喜的。阮会行达，要成做福音的出口，互人看见阮就认捌耶稣基督你。多谢你，互阮教会会当继续来传福音，也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成做新创造的人，伫生活内面成做福音的出口。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台湾高主是阮足迹，开始奉献。我命转弯，信心感化，给地开朗，无大主阮信心所望，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你在走路上里。请起立。是阮足迹，强逼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感化，给你开朗，无大主阮信心所望，甘心乐意，一心一意。请坐，这时牧师来施工分享。姊妹，咱做来关心咱教会的事工。咱前半年度信仰的培育的奖励金已经来审核通过吼。所以咱感谢主，会当即届嘛有真侪人咱的学生有照着安尼来努力该努力的，因有真努力，咱就可以有一寡奖励对于这些学生来讲，对因来讲嘛是不无小补啦吼。特别嘛是咱看重的就是这份信仰，所以真侪这内容
拢甲信仰有直接关系吼。所以感谢主啊！伫9月第1礼拜第2堂，咱会颁发即个奖励金吼。啊，需要亲自来出席来领取才会使哦吼。好。培育学校即个服饰甲语言的说明会啊，请服饰的同工伫礼拜堂组织，就是第2堂礼拜煞了后，咱要来来即个说明会吼。过来即礼拜8月19到22是 Radical 的特会伫迄个美和堂咱教会青少年拢总有42位来报名参加，嘛感谢主咱。舞团甲咱新学生拢有伫迄搭遐服侍吼因今仔日最后个会即个彩排，咱拢为着因来祈祷吼。好，咱的上联的乐龄营8至5伫明仔载要伫副堂来成果发表哇，袂歹咱这上联因透过8至5互因呢。灵魂精英，脑筋真真轻快所以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真欢喜咱有兴趣的拢会当来看一下感谢主。好，咱的干事名家伊有开始有通过小会报告报告互小会啦伊要来读迄个。行道会卓越领袖神学院对8月23起3个月都有2礼拜来读册为期爱有2年的时间所以伊有就是个3个月有2礼拜，伊就是爱专心去迄个神学院来读册咱教会有几啊位兄弟姊妹也对遐来完成所以牧师嘛真鼓励咱。服侍的同工，咱是信徒的神学的训练，就会当透过咱就近的卓越领袖神学院，会当来接受这块的装备真感谢主。好，央亲的一个迄个密斯托岛对无？敢是这嘛是对嘛伫9月17因报名费是800块。请咱若嘛有兴趣的，会当来参加这是咱央亲的牧区所办的。好，这是直觉幸福感谢主，咱伫12月初3到14拢总有10场所以咱伫11月17，咱的铁三角的组长嘛要先来做体验所以请咱来注意，到伫8月31。之前报名的早鸟价是300块即马即个什么鹿角蕨即马是足行的物件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带朋友做伙来参加伫8月31以前报名是300块尔若9月初开始报名，就爱到原价500块请咱来甲小组长报名来缴费多谢。咱前有伫咱教会聚会的5张美丽姊妹伊受主恩召等于到伫天年的主家伫8月22上午11点，要伫进行路的1楼的进明厅进明厅毋知是几室啦不要紧，咱会当到伫1楼看就知影，要举行追思的礼拜。所以咱特别咱第1堂的有熟悉伊的，咱若时间会使，咱就来参加8月22就是这礼拜的拜411点爱管进行路2滨嘛所以2滨所以爱写好册这毋是写安尼啦安尼大家连我都读无进行路是伫2滨无毋对是新的迄栋就对新的迄栋的1楼伫新的1栋的1楼，咱去就会当看见好，咱继续来为着咱的同工来代祷咱的信弟
邱长老吼咱的校长、诗词校长吼，伊伫前礼拜拜四拜五吼，落大雨赶要转去吼，就去骨倒即个正手遮有开刀上帝嘛保守伊真紧啦吼，会当开刀就紧转去休困，毋过佫需要真侪时间吼所以咱若落雨的时阵咱兄弟姊妹宁可吼压一寡雨，毋要赶讲要用走的吼，是袂使吼。你看连少年的就骨倒吼，骨倒就惊哭着头，就手就疼咧，就闭开吼。所以若是真正落雨无雨伞，宁可压袂要紧，毋好讲要青光，安尼是足危险的动作吼，好无吼？你若讲落雨上解注意就是爱洗衣啦，吼。落雨就是爱洗衣，宁可压着雨，毋好讲要赶工，安尼是无好的吼。好，感谢主伊嘛会当真紧来得到这医生医疗的一个帮衬啦吼。好，咱继续来关心咱教会，咱伫网络上即摆拢会当看到吼，所以咱会当上网去看。阮前昨我专一个同工牧师有去参加咱中会为着即个个资的问题，即摆政府足重视即个吼，所以有足侪个资的物件已經受限制吼，特別咱教會足頭痛的吼。比如講，咱就你若破病要互大家知影無？愛甲你問一下。你若講無愛，阮就講安尼就袂當互知影，就袂當報安尼。所以你若客氣歹勢後邊就是安尼所以你若有安怎牧師關心嘛要讓兄弟姊妹帶倒的時陣你就愛講。愛講毋好客氣講毋免啦，毋免牧師就無關係，因為這甲法律即擺已經有關係咱有律師佇遮就更加知影即款代志即擺是足嚴格牧師周報嘛甲即個攏袂當甲你，攏袂當笑講你是安怎破病攏袂使呢。這是更較敏感性的個資，這攏袂當公開講你若公開講，你若不舒服若要對牧師安怎，我就愛掠去互關，你就愛來講道所以即擺個資這物件對教會來講有真濟愛調整所以求上帝互咱有智慧。我相信咱兄弟姊妹攏是聽教會、聽牧者、聽同工的總是就是驚有一寡新來的人，還是安怎因足在意即款物件，安尼對咱來講。為着愛保護咱的教會，所以政府的規範，咱嘛愛照政府的規範來做，互咱大家知影。好，這時陣請咱起立，咱吟這條詩歌彼此來祝福。彼此來臨祝福你，平安福氣滿滿心，歡聲心來充滿你，大棒大烈烈高聽，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名更照你，喜樂充滿你，歡樂攏無停，處處大好聽。這上少年的佇遮，伊的笑容足水的娛樂。向後轉一下，來繼續唱來看咱看娛樂的笑容來，上帝祝福來，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名更照你，娛樂充滿你，歡樂攏無停，處處大好。大家繼續去看一個，祝福你，祝福你，伊的名更照你。充滿你，歡樂攏無停，處處大好聽。喜樂充滿你，歡樂攏無停，處處大好聽。請咱徛在來領受上帝的祝福。但願豐盛的上帝，伊透過耶穌基督的救恩，也透過聖神的感動引帶。
互咱行伫伊丰盛的道路顶面，也互咱的每一日拢甲基督结连，成做有盼味的基督徒。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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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无可望，我为你对将来，已无可望，不可见量，我心在仰，你将关中来，西面充满两行，因为渴望。阿门。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敬拜到这，愿上帝赐福咱的脚步